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明年的基本工资要调悬啊哦。昨劳动部是举办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经过6点钟讨论，最后是决定讲要建议行政院自明年开始，基本工资逐个月的薪水自23100块调悬到23800块。啊，若算点钟的薪水是按150块，要调悬到158块，大约有230多万的劳工会抵唔到。那我们获得每月基本工资调整到23800元的一个结论。那我们每小时的基本工资由150元调整到158元哈。明年基本工资定案，对基本工资调幅，劳资双方一度拢真坚持。经过6点钟讨论了后，总算确定将基本工资月薪对23100调起到23800，时薪对150块调悬到158块，有估差不多231万人受惠。劳动部会登报行政院核定，这嘛是总统蔡英文上任了后，基本工资小连续4档调起。月薪部分的调幅跟时薪是否要一致？其实，委员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时薪的劳工他没有年终奖金也没有一般的这个奖金所以他是属于比较弱的早起10点审议调开进前，劳团和代表劳方的审议委员先伫劳动部外口强调讲，台湾基本工资月薪第28个 OECD 国家内面是第18名排后边，时薪嘛是低过平均值，呼吁明年基本工资爱调。上个月经济部所公布的一个数据，我们的电子业出口甚至是成长90%，也在这边要呼吁，我们的中央团体不要再以动涨为手段，应该能够体恤。我们的企业劳工，资方是主张档起，明年基本工资应该维持伫今年的水准，所以会议结束了后，代表资方的审计委员表示不满，批评今年当着选举年，政府要放选举红利，工商团体未为因背书。我们对于这种调法，我们也表示不满意。那是政府你都所有的基本工资3年来，包括今年第4年。你们都是用政府的政策决定嘛？资方团体有表示说，我们不帮部长背书。多工团体是回叫资方反对的理由，10档内拢同款，肯定基本工资小连续4档拢调起。不过真可惜的是，月薪的调幅只敢3%，错失一届好好回应台湾计薪问题的机会。嘛显示总统蔡英文应该赶紧兑现政治承诺，订定上佳工资法立法。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暗算然后加扣中国商品的关税，美中贸易战亲像要小休喘嘞。也毋过美国股市庆祝行情只有1天，涨大起，也毋过今仔日透早3大指数收盘时拢大落，是又过落3%左右。道琼指数收盘落800多点，创下自2018年10月70以来落上济一天。分析师用崩盘来形容美国股市，落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中国甲德国经济数字歹看。另外一个更较主要的原因是美国10年期的公债券利率出现倒挂负的，这是2007年以来头一摆出现。烦恼全球的经济搁要衰退啊，所以美国股市落大升。今日亚洲股市恐惊嘛拢会受到影响。接下来来关心香港反送中运动，因为香港机场已经摕到法院的临时禁制令，禁止伫咧香港机场内底示威，所以昨昏香港机场恢复平静，航班是陆续恢复正常。不过因今仔日是中元，所以透早有民众去警署外口也银纸抗议。拄好中元节，示威的民众伫咧香港的深水埗警署外口，加民俗习惯进行示威活动，呼名叫做“激光烧墟积阴德祈福晚会”，用镭射笔照警署烧纸片甲银纸，来自因为反送中往生的民众。虽然现场正平和，不过警方讲这是非法的集会，伫咧现场几多遍发射催泪弹。不过因为示威者无多，颠倒是带伫咧附近的民众受害，目屎流目屎地一直扫。因为示威集会造成无法度叮当几多天的香港机场，机场管理局在是下昼摕到法院的临时禁制令，
23进前只有摕有效机票加旅游证件的人才当入去航厦。规个机场范围禁止示威，只有接机大厅有2个所在会当合法示威，有示威者为机场无法度运作道歉。擔心嚟到多餘嘅，我個意向都係和平啲好啲咯，係啦。你話其實堵塞嘅話就影響到好多人啦，咁同埋之前尋日堵塞咗，影響到咁多人嘅一事，我都會講翻聲 sorry。要聽警方嘅民眾摕到加油嘅布條甲物資到香港警察總部聲援，講即嘛香港嘅國際形象甲社會治安都惡化，支持警方嚴正執法。他們嚴正執法，就是為了保護香港人民的安全。我們市民其實追求的都是很簡單，就是有一個安寧的生活。香港各界對此暴行紛紛予以嚴厲的譴責，呼籲警方嚴正追究，將涉案者繩之以法，堅決剔除這些天怒人怨的老鼠屎。除了罵鳥出世，又個講香港示威民眾是秋天的草莓啊，幹那舞幹那變嘛是無效，用是一直批評，不過是無法度阻擋香港示威者追求高大訴求的決心。緊平衝突繼續對立，美國國務卿加日本的外務省也已經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講若是去香港要特別注意。記者綜合報導。香港反送中示威已經成做國際攏在看的焦點。美國總統川普喺頭拄啊，伊是喺網絡頂頭寫，伊想要約中國嘅領導人習近平相見面，來解決香港嘅問題，毋望香港嘅問題會當和平解決。另外，聯合國人權辦公室是呼籲香港政府在處理抗爭嘅時，毋通傷過頭。結果，中國是顛倒嗆聲講，愛外口人毋通來插手中國嘅內政。針對香港嘅情勢，美國總統川普8月13發文指出，根據美國嘅情報顯示，北京政府當地喺香港邊境集合兵力，呼籲各方攏應該要保持冷靜，啊，若是所有人嘛攏要注意家己嘅安全。後來喺訪問嘅時陣，川普強調講，香港目前嘅情勢真危險，啊，毋過最後應該嘛會當解決。I'm sure it'll work out.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everybody, including China. 這嘛是第8月初了後，川普形容香港的狀況是動亂，而且北京政府會家己解決了後，第二屆對香港的問題來發表看法。另外，美方已經向中國提出要求，會派出烈焰號兩車登陸艦，還有125號新盾級的巡洋艦。分別喺這個月17甲9月份來香港，啊，毋過攏已經去互北京拒絕。啊，若是澳洲總理莫里森13表示，無同意北京甲香港抗爭講是恐怖主義。另外一方面，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舍萊13嘛發表聲明，強調講香港警察佇人真濟的所在，也是對個人來發射催淚假術，攏有造成嚴重傷亡的風險。呼籲香港政府要尊重而且保護香港人民和平表達意見的權利，嘛要避免過度執法。We urge the Hong Kong authorities to investigate these incidents immediately, to ensure security personnel comply with the rules of engagement, and where necessary, amend the rules of engagement fo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in response to protests where these may not conform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對這個代誌，中國駐聯合國日內瓦代表團發聲明駁回，批評巴舍萊無告事實，強調講香港嘅問題甲人權無關係，而且批評聯合國介入中國嘅內政，向暴力分子發出錯誤嘅消息。另外，歐盟對外事務部嘛呼籲香港各方應該保持拒絕暴力，採取緊急措施來控制情勢。啊，毋過嘛去予中國駐歐代表批評，毋通對中國嘅內政來講東講西。記者綜合報道。在介紹前，咱來先報紙，咱來看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先來看自由時報，招驚化問題愈來愈嚴重。台北市有私立的高中職，逐班只收到10個學生。在台北市的教育局昨昏是宣布，109項系統公立的高中職，逐班的人數按36個減做35個。來看聯合報，為了減輕民眾稅厝的負擔。內政部開放獨身的少年人、拄結婚的家庭，也閣有飼未成年囝兒的家庭有租金補貼，按照地區、按照身份，相關補助5000塊，9月初2開始申請。來看《蘋果日報》，高公局是宣布講9月13到15中秋連續假期這3天，逐工9點到透早5點，高速公路專線免收過路費。
国道5号嘛要实施高升载管制。桃园机场2期航厦扩建工程传出弊案，工程处的处长也个工程师涉嫌收厂商的空米相，拢总有21个人列做被告。工程处长嘛防收押禁见。桃园机场进行第2航厦扩建案顶真侪项重大工程，标出工程围标弊案。13号暗时检调搜查定顺，桃园地检署以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将工程处现任的处长、姓吴承办员2人向法院申请羁押，其他相关部门工程师、乌西厂商等11人，以2万到30万来交保，8人撤回，拢总21人列被告。经讯问后，任林姓处长、吴姓工程师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其余被告总共21人，均交保或释回。检方表示，现任的处长甲姓吴工程师等人负责2期航厦扩建案工程，涉嫌伫2017年到2018年期间，向厂商收空米讯，佮协助厂商提出标案。目前已经知5件标案有问题，其中第1件乌西金额达600万，目前无排除向顶管对查。我目前已经决定将这个林姓的主管调离非主管职务，那么静候这个侦查。另外2位同仁呢，也因为职务必须调动，避免他在跟这个本案有关。机场公司表示尊重司法调查，全面配合检调侦办，3位涉案的人全部调离现场，也针对交通部要求，马上启动检视所有进行甲规划中的标案，杜绝甲厂商发生任何违法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检近拜1是掠到咱国内上大的偷接电集团，同款是台电的员工赖神通外鬼，暗砍无照报来厂商，害台电造成损失。伫秀抓用电高峰，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大动作带队破获集团窃电案，查获到4名嫌犯，其中1个人是台电资深的员工，伊被查出敢若利用职务之便来神通外鬼，家己篡改用电实地调查书，和窃电大户减缴真侪电费。吕姓范闲呢，他利用职务上之便以及这个台电稽核制度的一个缺失呢，涉嫌呢篡改这个实地用电的这个调查书。这件事情，我们公司也会深深的检讨我们公司内部员工的管理啊，还有相对的一些规定啊，我们公司一定会深切的检讨。类似台电办无间道的窃电集团案，发生伫去年12月，新北地检破获以姓杨的嫌犯带头的戏剧会白乌矿场窃电案。迄当阵检警就发现金主被外泄过大解，怀疑有人通风报信，所以和台电总公司成立专案小组，监控布线7个月，查获到过大间桃园甲罗地的工厂破坏电表，造成计量失准。涉入的嫌犯敢若是受乌西协助业者篡改用电调查书。那全案呢，将依背信、诈欺、泄密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检警12公斤逮捕涉入的嫌犯，查扣台票68万外，还有扬州的鸭肉。台电表示，目前损失的金额还在算。这个案件嘛，凸显稽查制度有漏洞，和外勤的技术人员落这大的权。目前已经将涉入的员工停职，后续嘛配合司法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关心天气。今仔日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偏乌，要注意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咱先来看云图。今日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水气有较饱甜。中南部偏乌，要注意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东南部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要提醒乡亲，今日中原满楼，若是有落雨，要注意积水、淹水的问题。温度的方面，北台湾、花莲、台东这带今日高温36度，其他所在高温33度，拢同款真热。天气小热，就要注意天狗热的疫情。新北市的中和是头一摆出现本土天狗热。地北人是一个40多岁安宁期的师傅，伊正接伫咧湘北行大，卫生单位当地找找感染源。卫生局清洁人员一直来回除药啊消毒，每一个所在拢要注意。因为新北市的中和区发现今年第一个本土天狗热的确诊病例，患者是一个40多岁住伫咧秀经理的查甫人。
卫生局给我通知以后，我们就马上就配合清洁队做一个周边的一个环境消毒。那我们今天还会再做一个田里的一个大区域的一个环境消毒。疾管署表示，这个个案最近无出国，8月初6出现发烧、头壳痛、然后痛、落屎，还有筋肉痛等等的症头。因为这个症头小连续伫初7甲初9去诊所来看医生，拢叫医生讲是感冒。在伊做红疹大医，12病医怀疑是天狗热来通报，经过检验确定是感染天狗热第1型。这个个案是冷气修理人员，定定伫上北地区来活动，啊若是感染源，嘛有可能是有人暗藏途径外刷入来的，即马搁伫调查。每天其实固定都是在公司的这个台北市文山区仓库这边，那因为它主要装修的地区是在新北市的汐止区啊，那另外它就是在家里，大概行程在固定大概就是这几个地方啊，那所以它的感染源我们还在厘清当中。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到8月13，国内本土天狗热的病例累计总共70例，其中上侪是高雄市，总共有50例；台南市有18例，桃园市甲新北市拢有1例。疾管署表示，北部天狗热的拓病网是白线斑纹，上主要是测试伫外口。新北市政府除了针对患者住的所在4颗位50公尺，一号日起消毒，嘛针对4颗位的住户进行健康检测，预防疫情扩开。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前几日就大水祸，目前咱全国的农业损失超过400万，以森林上界严重。其中西犁、种叶菜类、真侪菜园啊，拢浸水，农民赶紧放盘，收偌济算偌济。透早混林西落农民行去田里收菜苕，佮看会出这个菜叶啊打浸过水。农民讲，即马日头出真炎，若无紧挂起来，这个菜叶啊恐惊会烂去。毋过边仔迄区才打进菜栽类，恐惊就要定静。水过的菜园一定要在晒太阳，晒个几天，胖胖的，让里面的土翻过来，然后再晒几天的太阳，才能再撒。为着减少损失，农民赶紧叫人来收，透早就开始挂菜，会当挂偌济就算偌济。高温多湿，你会用下晡啊了啊烧热落，每个蔬菜都因为脱水现象会下降了1-2成。西螺果菜市场表示，因为农民赶咧挂菜，即马青菜品质无一致，不过绩效也是无起。即摆落大雨，算长只的菜苕，刷来菜价反势会起。因为它一定受损的啦。进货量应该是会比较减少啦。就看消费者对它的对我们一般的话，叶菜类的需求看情形，上涨是应该会上涨啦，会涨到哪里，我们没办法评估啦。云林农业处表示，初步统计，即摆落大雨，算长规云林县农作物无300公顷。目前公所搁咧汇报损失会搁再增加。有农民表示，若要甲这个菜种转去，上无爱1个月才有菜通收。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因为前几日就大雨，温度变化较大，土鸡啊嘛感着啊。中华的大城有一组土鸡场，鸡仔去会着 H5N2 禽流感，18000多只土鸡仔全部抬掉，这嘛是中华今年第12组的禽流感疫情。东方所人员甲一只死去的土鸡仔装在地下内底，这是伫咧彰化县大城乡的一个土鸡仔场。8月10号接到业者的通报，鸡场内底发现有鸡仔异常的死亡。东方所人员采样了后送验，13号确定感染 H5N2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的病毒。那我们马上派同仁去采样，并将检体送到交会所去检验。那昨天确认之后，就进行这个扑杀的工作。那总共扑杀了18030只的黑羽土鸡。彰化县东方所表示，这是彰化县今年第12场感染禽流感的禽场。研判是因为风台前后气温变化大，加上西南气流和彰化地区连续落几啊天的大雨，这会让鸡仔免疫力下降，感染禽流感。因为这个台风来之前，大概天气会比较闷热的哈，那有时候又会有一些强降雨，所以整个在气温的变化上会比较急剧哈。那所以在禽场的管理上哈，如果没有做好通风的管理，或者是说降温的设备的话哈，会造成禽只的这种紧迫。那当然在紧迫的状况下，它就容易有一些疾病的发生。
当所强调，以往的禽流感拢发生伫咧9月到过年的4月，气温较低的月份。不过 H5N2 禽流感病毒是全年拢发生。目前除了协助业者加强厂区的消毒，嘛呼吁业者未来一礼拜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嘛是有短时的强降雨记录，应该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记者张华综合报道。伫屏东枋寮渔港，这几年港口的土沙是愈积愈高，那害渔船啊无法度出入，即嘛是这家已经有法度互人行去沙坡顶悬，这是30多年来拢毋捌看过的，所以当地乡亲爱政府紧去处理。民众伫海边伫行，佮一直用竹篙来试头前的地形佮深度，因为这毋是一般的海沙坡，是枋寮渔港的港口，因为沙积掉咧变做一大片的沙坡地。正高迄你嘛是爱有人遮渔民，爱出港，台里波动出港，大家艰苦着。每年都会清啊，但是清的效果不是很好啦，没有办法说完全改善。枋寮渔港有停真侪渔船啊，塑胶摆啊要到300只，因为沙蹲伫遐拢无法度出港，渔民爱讲要1个月拢无收入。渔会表示，即个完全封港是30年以来上严重的。西南风、西南气流这个影的时候较大。所以西南一直了到这个港区遮，拄可能起来了，驶过来，拢囤去伫咧港区遮来。地方质疑是港口的设计有问题，造成水流拢积伫咧港口，应该想办法来解决。县政府表示经费有限，会等天气较好先来乌沙。因为最近刚好碰到这个利奇马台风的影响，那海象不稳，导致说作业的平台船它没有办法进行施作。会请厂商尽快来取得做一个疏浚的一个动作。大二要清这条的沙的时阵，渔港嘛无法度出港。枋寮渔港是国内真少数无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港口。大二要处理这底下的沙，真正是了钱了工，不如改变港口的设计，互滨南沿海的船拢会当来靠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咱农委会防检局昨昏公告，缅甸通报头一例非洲猪瘟，所以按今日饭店开始，袂使搁按缅甸炸猪肉片登来台湾，若了着会罚20万。缅甸是亚洲第7个出现非洲猪瘟国家，因为咱台湾甲缅甸有直飞的飞行机抓，所以按今日开始，乡亲袂使搁按缅甸炸猪肉片登来台湾，而且登来台湾电公机嘛会去查抢关行李，卡输了着会罚20万。来看宏泰 Cross 行去日本，因为雨水真高，有影响日本乌本兰节，日本人爱回去陪梦的日子。结果宏泰来乱，这2天煞有超过220座飞行机帮停飞。美国 NASA 按说明年热天要甲无人探测车送去火星。出发之前 ，NASA 科学家先伫咧北欧的冰岛找一位火山区做模拟测试。白色的模拟火星探测车，伫咧黑色的现务员山上顶慢慢刷震动。这个甲火星地表环境正常的所在，是冰岛北边格朗冰原下流的南巴熔岩区。NASA 预定明年7、8月甲无人探测车送进火星，顶个月派15位科学家来遮做3礼拜测试。The main reason that we come here is because of the mineralogy. The mineralogy in Iceland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we would find on Mars. 专家讲，伫咧南巴熔岩区有2种伫咧火星顶摇有的石头，天气冷无啥草啊。而且过去火星后发现冰河存在证据，所以冰岛这个所在正适合测试登陆火星。这台火星探测车的原型是由12个小型的汽车电池来带动，差不多570公斤重，有感应器、双镜头摄影机，会当远端遥控。伊行的速度是1秒钟20公分，严格比到时实际伫咧火星操作的速度是近2倍到4倍。还有一点无同的就是，到时火星探测车将会家己采集样本。这边的测试是人工操作，得到的资料由探测车传到附近的布棚基地。这边探测车的测试甲传输功能拢正顺。And we are getting exactly the kind of patterns of material transport that the scientists want to see. So it's a very good analog for Mars exploration and learning how to drive Mars rovers and do Mars science by testing it out here. 科学家经过这边的模拟测试了，甲收集的资料作为改良探测车的参考。
明年7月要出发去火星进前，也会来冰岛做最后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出走的咖啡酒啊 ，Nespresso 外壳是阿鲁米做的，啉一杯咖啡就要用一粒咖啡酒啊。这阿鲁米无回收就变粪扫，引起环保人士的批评。所以今年因甲瑞典的一间脚踏车公司合作，回收来的就摕来做脚踏车的骨架啊。Nespresso 公司送咖啡球以来，因为使用这种阿鲁米的材质，用一届就单调，去互环保人士来批评，认为讲会制造大量的粪扫，甲环境污染。业者除了鼓励消费者回收这个咖啡球而且即马佮瑞典时尚脚踏车品牌 Velocity 来合作，送这款的脚踏车的车架大部分拢是用回收的 Nespresso 咖啡球啊，佮有其他的阿鲁米回收物来组成的。一台车差不多要用300个咖啡球啊。品牌执行长奥斯顿佮有亲自参加设计。People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full potential in recycling. I mean, you could look at it as waste, but I prefer to look at it as the beginning of something, absolutely beautiful, as my bike. 虽然讲阿鲁米做的物件特性会使一直回收循环佮利用，毋过伫部分的国家，像讲英国 ，Nespresso 的咖啡球啊，无法度放落回收的分类内底，伫全世界的回收率嘛，敢若28%。It's frustrating it's not higher. Our vision is that there's absolutely no reason why any capsule should go to landfill. It's about just making that little bit of an effort to actually do the recycling. Velocity 咖啡球啊做的脚踏车，会伫8月中来上市。买的价是欧元1189，差不多是新台票42000块。业者表示，若是消费者买一台，公司就会管另外一台互非洲的学生，方便引起读册。记者综合报道。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因为天气伤热，造成街仔路顶头的粪扫臭毛毛。那西网虫生细菌，佮生一寡野猪、鸟鼠甲鸟仔来变粪扫找食的，民众挡袂牢啊！因即马要去告政府，讲政府收粪扫税金，提钱煞无做代志。这粪扫是有够多，坐到拢甜啊！野猪也搁伫咧粪扫堆内面找食米。罗马逐年制造170万吨的粪扫，清洁队是安怎拼拢拼袂赴，因为居民实在是太熬制造粪扫啊！这公用的粪扫桶每一个拢甜。啊，热天天气是有够热，温度较袂着，就来到37、38度，这粪扫拢开始漚起，臭甲袂偏的。鸟鼠、野猪、流浪鸟、流浪狗，常常拢伫咧食热扫。罗马市民实在是无法度搁再忍受。除了到市政府表达抗议，也有人摕真侪相片甲影像做证据，要来向自救团体申诉，准备要告政府失职。Siccome non sono mai venuto meno quelli che sono i miei doveri da cittadino, per quale motivo devo essere così vessato e trattato male? 其实粪扫的问题，伫咧罗马已经存在真久。2013年，一个粪扫坑台场，因为无好好处理粪扫，全关起来了后，4个粪扫处理厂，一个旧年去互放火，一个4月份维修到大，拢还未开门。特殊粪扫的规矩愈来愈恶化，为着将粪扫送往其他的所在来处理，有关单位要求民众每一个人逐年就要纳270欧元，差不多9000的粪扫税。 Se noi paghiamo la Tari così alta per pagare poi il trasporto della nostra mondezza a chi giustamente si fa pagare per averla, è sinceramente una follia, perché in altre città con i rifiuti si crea energia e addirittura in qualche modo si contribuisce al ciclo anche della produzione di risorse economiche. 负责处理罗马市区粪扫的公司，即阵将这问题撒给观光客，讲是因为观光客太多造成的。不过批评者认为，罗马欠缺处理粪扫的设施，也够场地，也无整体规划，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即阵市民集体提起诉讼，就要看2年前就任的美女市长拉吉伊是毋是有法度来应付。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消息，咱来关心国民党中评委陈鸿昌，伊批评韩国瑜花天酒地，将高雄县长杨秋兴嘛伫咧面册顶头批评惨烈。昨昏国民党的中常会又开除陈鸿昌的党籍，嘛要调查杨秋兴的言论。外界在问讲，那准郭台铭甲王金平要脱党出来选，安尼敢会共款用这款方式来开除？党主席吴敦义无应为。 有市民因为积水伤深，抓获水呛走死亡。高雄市长韩国瑜慰问家属，针对市府会面临国赔官司，伊讲尊重家属的意见。往生者身后事，
市政府这边会全部承担。第二，等到家属情绪稳定之后，我们会跟水利局的包商，还有保险公司来跟家属进一步来谈责任认定跟赔偿的问题。 除了和家属有关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韩国主动无要回答。昨天早起被问到，这水迄暗去参加党代表和府省干部座谈会是毋是有妥当，嘛无正面回应。只是伊除了市政府外界检视，最近嘛直直互党内同志开炮。国民党下晡召开中常会，无异议通过开除中评委陈鸿昌的党籍。若是伫咧面册攻击韩国瑜的前高雄县长杨秋兴，中常会表示要爱搁调查。若是查证属实，嘛建议开除党。 在我们选举这个战斗的时刻，如果党纪不能够尽速的执行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有战斗力，后面的选举也就不必选了。我们可以尊重程序，但是应该要限令。如果对于一个事实具在的东西的话，应该尽速的处理。郭台铭说都是柯文哲说了算呢，会开除郭台铭党籍吗？会想要不尊重党主席吗？ 中常委李兆平伫会中嘛提案，选举期间严格执行党纪，若有别党参选人者随开除党籍，希望国民党展现团结的气势。这个案嘛伫中常会通过，不过面对有可能改名的前鸿海党署长郭台铭以及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是毋是嘛会处分？有中常委认为，两个人若是违反党纪，嘛是爱依照规定办理。不过党主席吴敦义也未回答相关的问题，敢若佫希望有转势空间，嘛探出韩国瑜因为 直直互党内外野了，各有民调无啥物进展，暂时暗时会上北和吴敦义见面，参详选战相关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前鸿海党署长郭台铭、台北市长郭文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风声讲因三个人伫即礼拜要伫桃园见面。 郭台铭伫昨昏现身啊，伊阁提起6月进前囡仔国家来支持政策，互外界伫邀讲，伊敢是有影要选总统。 2010总统大选前，鸿海党署长郭台铭特市长郭文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是毋是结名，将会冲击哪入选情？听讲3人18号礼拜会伫桃园见面，郭文哲只讲当日确实有桃园行程。反正看下去就对了嘛。是那个活动结束，你们会在屁事来聊天这样吗？是这个形式吗？ 不然公开亮相也不能讲话，公开亮相只是亮相，还是要坐下来谈一谈吧。郭文哲话好亲像有特别的意思，3人见面的态势好亲像愈来愈明显。而郭台铭14号出席英联鸿海希望小学书记成果展，虽然无加讲政治议题，却佫强调联会甲6会国家市政策，大家拢在邀伊是毋是要佫出来选呢？我最近呢在推一个0到6岁国家帮你养的政策。 你们希不希望再有弟弟妹妹？希不希望？我们已经有收到邀请函，然后目前正在研究一下这个活动的状况。那目前还没有决定要参加。如果没有另外安排的话，应该就不会在当天有什么私下见面。 3人是毋是见面，外界真关心。郭台铭方面好亲像有点考虑，你原本传出15号3访无聊会先见面。郭台铭这边话真保留，只讲伫拜祭进前会先斗阵讨论，是毋是为了2020大选铺路，也无将话讲死。记者综合报道。为着2020的总统大选，历年即马当地整合。 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未少独派团体已经拢讲要支持总统蔡英文连任。另外，香港反送中示威即马烧白体，中国各代办说是讲拢是民进党甲手伸入去香港。这部分总统蔡英文是应讲爱中国唔好牵拖。 香港反送中运动一直甲民进党坚定表态支持香港民众追求自由民主，不过中国各大办说是民进党当局将乌手伸入香港，而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批评蔡总统是伫消费香港，蔡总统爱各大办唔通将责任撒互不存在外力，不要把情势恶化的责任推卸给不存在的外力介入也不要拒绝跟人民对话，所有的。 政党都应该要支持政府的立场了哈。那吴主席这样说，我倒是觉得他好像是在政治消费了。面对香港问题，蔡文重新支持，过被介入。2020大选只剩5个月，法律定型继续整合。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等未少独派团体拢表态要支持蔡英文连任。无毋对，我伫创后真诶不管是袂记诶。
不放不放，直接前下骹加伊有办法，这张选票就会去决定台湾以后的前途。不过，原来甲民进党才来讲反力合作的时代力量，林聪祖宣布退出，区显地时期党主席洪志勇也退党，是不是影响甲民进党的合作？民进党党主席杜荣台中心，稳定的政党合作对台湾上有利。我们的进度征召的节奏还是要原定的计划来进行。那时代力量，我们真的很希望他赶快内部的这个组织结构能够尽快的确定。那我们以前跟他所谈的任何的基础，我们都还是一样的，希望能够继续扩大，而再继续的谈下去。台北市长郭文泰有称，明年立委选举主要政党席次拢未过半，提出联合内阁想法。蔡文认为郭文泰真在意国会席次，不过更加重要应该是将政党的核心价值向民众讲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中原普渡拜好兄弟。旧历7月，民间有真侪几啊故事。埔里的图书馆特别以当地的环保柜做主题，讲故事，予囡仔人来熟悉埔里才有的环保柜。就看到一只乌鸟对天顶飞过来，三日去小朋友摕金蕉叶啊围做一链，伫咧学魔法，然后伫咧魔法缸啊内底提出神秘的礼物。这是魔法学校的头一节课。如果它是真实的，我很怕。喜欢的还是怕？喜欢。为什么？因为在那个缸里面拿到了糖果。因为环保柜就是讲吼，暗时会当甲猫啊吼，下目睭就对换了后，用着咱的这个金蕉叶伊就会当飞吼。所以讲，就安尼先转换是一个讲暗时要有囡仔较好困吼，较早困吼，一个真好真正的故事。其实是一个这个守护神。因为这阵当是旧历的7月份，埔里图书馆以国内外魔法故事为主题办册展，希望让台湾的旧历7月有无同款的体会。透过魔法书的概念，让孩子在这暑假也是在暑假期间，也是在这个月是吉祥月的期间里面，有很多魔法的书可以来看。觉得很好。为什么好？因为可以学到在暑假学到新的知识，不用在家里耍废。除了熟悉环保柜的神奇传说，也透过讲故事、制作红仔册等等的课程，让囡仔体验魔法的趣味，也了解乡土故事。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中原爱普渡拜拜，这几年因为在鼓励讲爱环保，所以就叫大家今早爱做伙集中烧。新竹市今年是特别推出拜拜用的保金包，甲这拜拜爱用的香，还个金纸，拢放做伙，也毋过有减量，嘛鼓励大家做功德代替烧金。每一年的中原普渡，民众拢会烧真侪金纸，总是会造成环境的污染。为着要鼓励民众甲金纸集中做伙烧，新竹市今年送新的保金包，唔通看伊安尼一个仔囝，内底所有爱用的物件拢总有，除了有金仔、白米、几丛啊香，还佫有一寡金纸，互民众会当减少真侪烧金纸的数量。那这个钵是取的是纸钱钵，代表是纸钱还有香脂减量的意义。希望民众使用这个铂金包，也可以同时达到一个祭祀的效果，那也可以来维护我们的健康还有空气品质。嘛透过甲便利商店合作，互民众甲买金纸移算捐钱去公益团体转户，用捐钱做功德来代替原本的实体烧金纸。小时候常常看到长辈会在那个过年的时候烧金纸之类的然后因为有这项服务以后，我想要推荐他们去做这样，可以又环保，然后也可以做爱心这样。其实还蛮不错的啦，因为最主要就是可以减少空气污染那纸钱在燃烧的时候，其实那个味道真的还蛮刺鼻的。要买纸钱的这个善款捐给有需要的团体所以这个目的就是既可以达到祭祀的目的，又可以帮助一些相关需要的民众。根据统计，活动送出来了后，总共募款到134700块。若是用100块会当买2.2公斤的金纸来算，已经减买3000公斤，减少排放二氧化碳差不多是4445公斤。虽然讲还佫有真侪进步的空间，毋过嘛表示民众对减少金纸这个部分已经开始有初步的认识。记者综合报道。目睭看较无的视障者要找头路较学。伫屏东万丹有一个目睭看较无，
耳口嘛听较无的障碍者，伊叫做张百顺，伊今年30多岁，伊真介意艺术创作，用1年的时间来黏土、捏米红仔人，而且即马伊的作品也阁有得奖。替人掠筋骨、掠灵，伊是张百顺，互伊掠过的人拢学了伊的功夫，真赞。今天让百顺服务，他帮我按摩了，我觉得蛮舒服的，手艺也很巧。那按摩后真的是全身筋骨都已经真的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舒服。除了替人掠灵，张百顺也有家己的兴趣，创作立体艺术品。国小毕业的时阵，因为视网膜病变甲严重的白内障，伊差不多拢看无也听无啊。不过，伊对创作艺术品有正大的热情，也毋忘结合掠灵的技巧，成立家己的工作室。以前我在东港去按摩1年多，我去考了按摩的证照，然后我跟爸爸妈妈说，我就要开艺术家按摩工作室，是因为。我就要一边办课按摩，要希望大家欣赏我的作品。除了有屏东劳工处市长掠灵补助计划帮赞，也有伊妈妈来改斗3工，成立这样一个工作室，让他有一个目标。那他的创作也是继续的，就是做他的作品，希望我这次帮他圆梦，就。能够让他有一个目标。一枝草，一点露，天无绝人之路。张百顺的艺术家掠灵工作室，伫咧今年7月份正式成立。若是有到万丹佚佗的朋友，会当到伊的工作室参观艺术品，甲体验掠灵。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贵人南兴里有一阵志工妈妈，16年来，大家拢排班照排，轮流来煮食做便当，服务社区内底的时代，互时代有温暖的便当摊食，内底阁有甜的关怀。切菜煎鱼啊，卤卵，真侪志工一透早就无闲试试。这是台南市贵人区的南兴里关怀据点，志工10多年来拢为社区的长辈来服务，甲煮好的菜装入去便当盒内底，准备要送去老大人的厝里。这个长辈吼，伫厝里都无人照顾，拄好有这个机会，咱会当讲互伊做这个营养午餐吼，每一天的中昼。互伊有一顿烧来食，有当时咱阁会这个甲关心伊的身体状况看好还歹。南兴里志工总共分做5组，为拜1到拜5，大家轮流到关怀据点来传中昼顿。有的志工已经是80多岁啊，有原是坚持到现场来到煮菜。有几个长辈吼，拢80几岁啊吼，会使讲是咱老人来照顾老人，因嘛出来做甲非常的欢喜。感觉真好啦，因为讲有机会，通好来甲人服务安尼。因为社区人口甲生活形态改变，即马长辈已经无到关怀据点来上课。也毋过，这段时间为为少年做甲老，10多年来依然坚持为社区的老大人做便当，分享温暖的一顿。记者综合报道。若婚姻顾客是有一对查某的做茶队，而且因这15个人全部拢有通过做茶师的认证考试。手里摕到这张真无简单才考到的做茶师证照，大家拢真欢喜。婚姻顾客桂林社区去年组织一队女茶队，开码我1年的时间准备，16个人当中有15个人顺利通过考试。对茶也蛮有兴趣的这样，然后制茶室也是在操作机械上本身就是机械科，然后对操作机械就是也蛮熟练的。我嘛足烦恼讲袂过呢，足认真读册哦。早上4点就起床哦，起床读书啊。嘿哦。有的女茶队的成员年岁较大，不过读册考试对因来讲是真大的挑战。有一位今年已经72岁的老区心阿嬷，术考通过，也毋过因为毋捌字，甲名写咧笔试的卡片顶悬，造成违规，无通过考试，实在是真可惜。制茶室的辅导是从去年6月设定目标，然后就是今年1月报名的，那只剩一个是笔试没有过，但是他术科有过，所以我们现在在辅导他。唔捌字都
袂晓看无。是爱甲考过啊，吼。嘿啊，考看会过无？ 为着要提升地方产业，云林科技大学伫咧2年前进驻桂林社区，辅导民众认捌各种地理的知识，透过培养在地人才，社区希望这个伫桂林特别消失的地方产业会使继续保存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咱来关心收粪扫的清洁人员，实在讲是真辛苦，徛伫粪扫车后斗哦，嘛真危险。交通部按算开放粪扫车后斗会当合法载人，也毋过工会讲徛后斗无啥妥当，因为旧年就6个清洁人员因为安尼死亡。清洁队员人就直直徛伫咧粪扫车的后斗顶悬，沿路收粪扫，一无细理，规个人对车顶跌落来。 反战力，反战力，要安全，要安全。前几天交通部有告修正道路安全条例77条、86条，打算要放任粪扫车后斗会当载作业人员。全国环保公务机关总工会和中南部各地的清洁员工会再去做伙来环保署抗议交通部和环保署联手放任恶法。全国3100条沿线收运，什么叫沿线收运？挨家挨户去收垃圾。 害得我们的同仁一天一个作业要上下车300-400次。各地清洁员来到环保署抗议，表达第一线清洁人员的工作环境有偌尔歹。有的甚至的休息的地方都是用什么？用那个铁柜，咱的铁柜外口那温度36度，内底头40度。请问一下，紧急刹车或是后面车直接撞击的话，请问我们能跑去哪里？ 提关相片批评政府就是伫粪扫车后斗加装围栏就真安全，因为根据环保署的统计，清洁队队员伫咧执勤当中被挂吊伤，对粪扫车顶悬跌落来，以及交通事故是主要职业灾害的原因。专款总指出，敢若2018年就800多位清洁队员受伤，6个人死亡。清洁队员即在都要挖3趴。民间团体要求环保署应该推动定时定点设专区作为主要的政策，减少沿路车粪扫，还有清洁队员的治安法制化。要定时定点回收，这个也都会来持续来推动。我们不会因为修法的事情就暂停了其他的我们要来推动我们清洁队的安全。环保署表示，已经建议交通部暂时卖地一修法，后续会和地方的环保局工会沟通。交通部回应，若是现阶段无共识，暂时会将这个案撤回。记者综合报道。 台铁公布今年顶半年营收，敢若比去年加赚1%。不过台铁其实嘛是真拼性命，在找其他的出路，赚外路啊。学者就表示讲，台铁即马受到高铁的影响，要靠卖车票赚钱是有限的，应该用大数字来分析，重新规划。 台铁公布顶半年运量营收，敢若比去年增加要1%。台铁分析，去年2月份花莲大地震冲击台铁退票，啊，毋过因为顶半年天气稳定，佮加上花圃电费大型活动，增加运量，才渐渐恢复。所以70公里以下其实是占台铁我们运量的65%。悠游卡是电子票证使用越多，搭乘在台铁，其实对我们的营收反而是会下降。台铁今年顶半年的客运量，逐工平均载645000多人，逐工的营业额平均是5006万，敢若比去年成长一寡0.9%。台铁的票价当年拢无起价，针对台铁企业化的声音，台铁企业工会并无反对，啊，毋过讲法令就爱放令。你不能单单只有在那个列车营运的部分嘛，然后你要让我多角化经营嘛。你如果要用企业化的话，要比照资本的模式。 为着要开展业外收入，台铁今年成立资产开发中心，顶个月花莲车头开放商店之外，总共有400平的商场空间。根据统计，台铁顶半年的业外营收就要到14亿5936万，比去年增加1亿外。敢若业外营收就成长要10%。交通学者表示，台铁长途的运输受到高铁影响，要靠旅运成长是真有限。台铁可以好好去从相关的数据尤其我们现在都讲大数据，去分析一下哪一个服务的项目。 在整个营运客运服务可以去做调整的，尽快的从营收的角度里面去做调整。学者建议，台铁应该利用大数据分析，加强区域运输甲列车车种的重新规划。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自细汉食到大汉的，真出名的牛奶糖内底无牛奶，这是食药署公布上新的稽查。也毋过，业者发冤枉讲，因着真正有放牛奶粉来做原料。
所以即马台北市卫生局是叫业者提起予第三单位做检验来证明。就是这两种由沈阳公司制造生产的沈阳龟苓糖加沈阳乌糖乌麻龟苓糖，被卫生单位抽验发现，产品成分标示有专指龟苓粉，按过动物性成分检验结果拢是阴性，也就是无验出龟苓的成分，真可能设计标示无实在。我们要求厂商就它的技术，还有包括检验上面的盲点，再提出科学证明，然后向食药署申请最新的解释。按过业者出面法院网也提出品管记录加导料报告，表示确实有使用龟苓粉作为原料，而且龟苓糖是高度纯化精炼加工，在做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到110度以上，可能破坏原来 DNA。而小数为我所使用及时组合酶联反应检验方法，可能有限制，才无法度正确评估。我们绝对不做偷工减料这种事情。那说实话，不加这几个原料，我们还真不知道牛奶糖要怎么做。台北市卫生局强调，检验方法确实有盲点，业者已经到卫生局水平，也提出相关品管记录，应确认产品是安全无疑虑。后续将向业者提供第三方检验佐证。目前卫生局未要求业者回收，或者是其他行政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水气有较饱甜。中南部偏乌爱注意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提醒乡亲今日中原满楼，若有落雨，爱注意积水、淹水的问题。继续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温度。今日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是27度到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